啊，实际上杜正成部长咧任内有做一寡努力参像做即个2006年10月就公告即个大陆的拼音07年、08年有摘一寡字出来搁有即个拼音的比赛伫去年原来有即个母语即个推荐杰出贡献奖咱现场都有2位即个国立即个得奖者林中路，林中路要徛起来，林中路在遮林中路，搁林教授林教授，拢是去年的母语推荐的杰出者过来所以咱咧民间嘛真侪即个努力啦参像总共有即个线上的百科台语的新湾爱网站字典电子书种种搁种种资料库所以我有一寡例过来但是真可惜这大家知影因为即摆搁咧剪，就是讲即个5月去年5月算安怎讲，咱选书以后国民党上台伊做的代志是啥？就甲你台语的即个认证的教育经费全部拆掉过来这是为着即个代志去立法院去教育部抗议即个中hạn即台湾母语即个教育经费应该来留即摆国民党有一个讲法来讲有啦，钱变咧到位啦，会补你啦，有影咱即摆毋知咯，过来所以即摆咱国校一礼拜剩一节母语的课，一礼拜一节是要上学老实讲比英语还少，过来所以咱家己若无讲拍拼一个台语翘去所以要安怎来过来，所以我建议就是用罗马字我才真爱讲即个一个我3个查某囝3个查某囝，我转来台湾的时阵一个是读高中1年一个读小学4年一个幼稚园因会晓讲的话就台语英语转来即个算甲讲华语，我都袂晓讲因伫学台语的字，像我上大汉迄寡字汉字伊袂晓读，但是拼音呢即罗马字伊讲袂晓读伊足自然的，所以要对毋捌无去汉字污染去的人来讲，要学用罗马字上紧这是一个足直接我家己相当有经验的。所以用罗马字较容易互台湾国际化这技能委教授我有提出这点来过来尤其你用汉字定会讲我们中国人句创袂清楚啦若是讲若脱离汉字台湾人要独立建国就机会较大啦过来这是即个圣经罗马字的圣经想法就是安尼所以古早袂晓汉字的，什么100年前真侪有去教会的人就会晓读圣经即个你拄圣经这就是讲即个相关的维基百圣经过来维基百科台语版的维基百科内底内容是安尼是这网络顶头拢有
我特别引导大家吼，顶头拢有网址吼，过来，这就是信万爱这台语的这个网站内底什么台语甲日文的这个字典这是内底相关的一款字条所以作文工具咱已经准备是做咧过来这短词就是讲你安尼规个章长伫倒一段伫倒一段这足重要意思可能就无共这就是咧大汉大汉花莲遐迄个大汉大学这个资讯系啦有威廉杨教授的网站来过来这就是相关的咱这个数位典藏的资料库这过来即摆国民党毋是讲即摆台湾上好的产业是啥物文化文化产业是啥物这个创意的产业这就是嘛这就是嘛所以咱做应该怎做，就是对全世界来公开迄款技术性的问题，我紧留阮我就是学这行的，虽然我毋是这方面特别的专家，但是后壁有搁较侪专家，上少我会当甲录印出来，互大家